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我想當下看野球嘅朋友聽錯啲，你哋中華職棒嗬，永遠最強嘅總教練是係陳世明教練哦。佢呢發起咗10年嘅計劃，希望培養很多台灣嘅野球嘅好手哦。第2012年開始咗計劃，咁講呢教練2013年是做先去嘅哦。呢個計劃到今還係持續地進行。今半年呢，你使用用硬頸嘅精神哦來看，有一部片呢是係記錄美濃嘅倆小幫吹，記得用百年來克服當道嘅困難呢，倆部紀錄片未得到教育部金像獎嘅銀像獎，哇，非常大功用嗬！你哋下先來看一下倆預告片。美濃繼續嘅棒球隊來咧最強咧，美濃繼續嘅棒球隊來咧最強咧，美濃愛最強，美濃愛滿樣，美濃最強，美濃愛滿樣，1、2、3、來到美濃嘅總頭，先完咗嘅事。所以都見馬上都係有安尼觀念。我哋都希望係有下啲新人。因為我只係20人咧，那個因為我家境唔係幾好啦，但是我為了那個球隊，不是我哋就用公油啊，入來嘅安尼。講一個精神嚟講話，也還是有乜嘢啊？有一些客家人的硬頸嘅精神。看嚟倆預告片哦，感受到倆聲音呢，記得係熱情到發力，大家係咪當上嚟看倆鬼出嘅樣片呢？今日喺節目當中，繞場到翕倆紀錄片倆學生嘅投入，韓國指頭嘅欣賞，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好好來分享哦。你倆實實先來歡迎你學生投入。嗨，大家好，我是王真奇，我是應景向前的導演。那今天很榮幸來這個節目上，這樣。大家好，我是劉友少，我是一部硬頸向前的導演，以下許多美濃激動，今朋友大家高興來到阿片。接下來呢，你來分享下兩部得獎嘅紀錄片呢，指頭欣賞哦，馬玉龍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今日當番戲來到倆，我係馬玉龍。哇，分享三位，一開場我先同大家恭喜哈，呀，學生嘅作品哈，先生係唔記得字頭字下哈，一拿到銀牌獎、銀像獎哈，也係從99部樣片底度，學生嘅作品底度得獎嘅呢，有冇人強咯？恭喜！係啊，有歡喜冇？有歡喜哈，好，本講哈，係講一部片嘅哈冇翕成功，先生唔講乜嘅喏。冇翕成功，還是老兩位講哈，我講是唔好畢業嘅。先生最強啊你呢？因為佢呢部片咧，進度一開始翕是有點拖延哈，delay 到啦，所以其實後慢來起步來開始翕，所以唔過佢畢業嘅時間要做唔得。延後嘛，所以還是老佢講，你要輕手好好來做，你做唔好，唔正經，你嘅進度提唔上，肯定是喺盲人將來畢業。當初還是就老佢哋兩個學生嚟講。哦，就家看到嘅樣片安尼硬頸嘅精神，你愛做出人係做好，係講冇就再一次再一擺，一樣做得高出安尼獎嘅成績單。冇佢兩實動競爭，來看乜嘅資料，伊個乜嘅係講。真嘅冇做出來，就後海去考公車，也講做起副卡幾米路嚇，嚟耕田，真嘅安尼咪按後生啊！因為我哋
写到一半，先生讲，我就总得比一件事情，俺哋提摆迄上就没想讲，我把布片我用个破好，嘿，迄讲俺哋修好就修好咩？啊，唔会做嘛嘅，硬会做嘛嘅，安尼讲好，哦，再来讲之后事情。啊，我知嘅，其实唔係講正經吼，無愛做，係講置生死於度外吼，我出到去硬拼下去就錯啊，安尼錯嘛。係啊，所以俺嘛係真係嘛係硬強相處。錯啦，安尼就迷農精神來嘛。其實我哋安尼打嘴句吼，同大家講吼，其中一個討厭吼，佢安尼翕翕吼，上司佢講，人哋都喺講乜嘅吼，無糖改色啦吼，就係安尼整齊啦吼。唔過規部片呢翕下來，我想我安尼講法差唔多糖改色啦吼，做得冇？聽得懂嘛？後面聽得清。哦，叫後背糖係食啲啲嘅啦吼。其實講到安尼，一次講到硬頸精神哦，大家對硬頸也兩隻字可能都壓下吼，由無強用角度來講一個名詞。唔過我想一個形容詞好嘅吼，也講其實佢咩算一個動詞啦，因為佢個唔嘅信念也講嘅行通，有安尼硬頸嘅精神，就我有一個意志力做嚟堅持，也係青春要吼，也係總在你嘅生命當中吼，青春要你做乜嘅事情就會有意志力呢。故所也鋪樣片吼，嗰種是因為規劃安尼嘅主題，嗰個因為很多硬頸向前嘅。哦，因為之前我係跑嘅跆拳道選手，係跑，因為我係跑跑到1年，係跑到一半咯，先生講總得，再跑下去真係總得。做唔是必要嘅。哦，就做唔上安尼。一開始嗰個題目其實翕起來無講當順利啦。哦。無講當順利，其實開始翕到準備，其實同學佬個作品拿來幫我看，我講這樣嘅東西你再個翕落去吼，真緊無法度畢業。哦。所以有時候是人來講，我是老幾條參詳講模擬版題目好咧，再個夾上隻題目出來，然後揾隻題目落去重新再個翕，可能個時間很富喺度，啊。所以報名其實人來講，有時候是講，冇老師按你來翕美濃少棒隊好冇？好來講啊，你要翕美濃少棒隊，錯啊唔錯？然後美濃少棒隊係徐成明徐總教練啊，佢熱心嚇，也精神全部變到一隻球隊來講，徐總教練佢嘅精神你啲冇？嚇，啊美濃客家莊，你喺行業嚟啲，你曉。講項目，唔做得落去到你一隻社區裡邊，你一隻球隊裡邊，你要發到去到去強項目。其他人講喺美濃人，我講啊，你喺美濃人，好啊，嚇，做得班題目啊，佢喺本身喺社區，美濃社區嘅人員，佢做得到一隻社區一隻球隊當中人嘅幫忙。我講喺啱先是結構嚟班題目，唔過按個時間條件浪費當多咧。好，你一隻時間點，你要做美濃，你是落去做，我講必須哈，暑假轉來，暑假轉來，你要幫我看到一下，做得看的成果，你一隻成果你要做唔上，你強樣盲人將邊樣，竟然嘛做唔到邊樣，所以當初喺想喺暗影想嘅。哦，我一下了解你哋嘅心情咧，因為我即個讀新聞咧，我嗰種是沒有畢製咩，一講應該講我哋係唔係按你講畢業在一個大製作，我哋係從3年前開始，一直到4年前。每一禮拜，你組出搞東西，當初安尼，原來線上就讓到打擊過1擺咧，係冇？第1擺就算來失敗啦，唔過第2擺，唔應該吼拿太獎出來安尼吼。我有其實講安尼出太好嘛，冇試過一個紀錄片，係，個真係第1擺啊。哦，第1擺就拿獎，第1擺新阿做阿種東個紀錄片，剛剛好就。得獎哦，真嘅。也先生講暑假之後搞出一個東西，冇辦法我那個實習，卡多實習，我雖然填美濃實習，唔過佢無限，面亦都打無限，先生講會搞出東西，我想做得搞埋練習方面嘅，我演比賽我做唔得。哦，冇法度啊！我先生突然講個東西，我就同啲主任講，搞出去絕對不會罵嘅。
绝对不会买，因为真的身上唔想看那个东西按多啊。哎呀，真的啊，搞出去不会买。这样呢，真奇引用的客服哈，就说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哈，听唔会讲客家话咩哈，可能张老师又谈冇买事，可是如何克服而搞出欣赏供给你的，要达到那个作业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两方的配合下，其实达到完美境界。就是，尤少在前期他能去想说，就是我们两个会共同想说，我们想要在故事上面呈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是会负责编剧。纪录片很多人会以为说这是他的那个编剧，其实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想要再去拍什么画面，他再去做这个计划。对。好，各位安尼讲起来，就迄两方面出庭嘅方面好看，韩国人嘅劇情劇本吼，只要佢本本嘅東西，唔講嘢加料落去，有肉，有血，佢說等下真係好，安尼來睇，一個故事到底用嚟完成，變到按感動人呢，請大家先聊一下哦。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咧，今日 Rita 兒童大家共下來分享兩部紀錄片吼，硬頸向前，咧係有咧70名教練佢嘅咧精神哦。我想大家聽到咧名嘅時候啲講，你台灣咧魔術師吼許總吼，佢啊一生人嘅精神完全投入下去。我想今日兩部紀錄片沒有傳達安樣人嘅精神哦。再次來分享學生討論兩位韓國指導先生馬先生，三位好。係家你講到吼，硬頸向前哦，一個名嘅乜嘢案嘅，誰取這個硬頸向前的名字？哦，你係用硬頸？你想講美濃客家，就想到硬頸。係哦。係硬頸啊，總得就取硬頸用嘅事，演以下貼嘅計劃貼整體胸前，你講胸前硬頸胸前安尼，就會欣賞看。欣賞一看就好，安尼係啊。因為按人講，客家人講硬頸吼，像我有人問誤會啦，我講硬頸是講唔好唔好嘅咁嘅意思啦，吼。我講硬頸唔係講像是天天忙來去讓人想到，當然係講硬頸係。硬頸係講客家人唔驚輸，吼，按人唔驚輸，按人愛拼。少失敗冇要緊，按人重新來拼。我講呢部紀錄片係最開始按人啊買一本許總教練總教練佢係精神嚟感動啦。我講你聽我記得冇一隻球隊冇總教練是冇按人根本去翕呢紀錄片嘅機會。你聽他好好來把握，要好好來做，所以一開始佢講硬頸向前，我講當好，按人是用兩個名來做。我也要求同學啦，我講你下去翕呢片嘅要4點。時態要求就所謂。時態要求你要注意啦。我講啲球隊嘅美濃你要精神來要，是上面許總教練加精神按人來要，還有美濃棒球隊本身按人記到嘅是一支少棒隊，還有就是美濃嘅載體嘅文化，客家文化，呢4項嘅原則，4大要求你都係做得到，按人呢部片將最轉成功，所以就開始按人開始翕下下啦，呢紀錄片按人是要去規定講，按人用按嘅方向去到去完成。係啊，哈，可以針對老師呀，時態要求哈，你們如何去呈現睇到欣賞嘅標準？因為有美濃嘅精神，每個人都美濃嘅精神。其實我呢，因為係想講去美濃，那地方做得去翕就翕落。看到買啲翕嘛嘅，因為我冇經驗嘛。去到嘛就翕過來，就再繼續做。故說安尼吼，就是紀錄片嘅翕嘅方式，就有一個人講蹲點，就係我哋下邊每一日發生乜嘅事情，每一天都記錄，你再回去抓你要的素材係安尼。喺啲都係談到有歌謠嘅部分啊，就個採啲嘅美濃嘅歌謠啊，有美濃嘅安尼發音咩好啊，歌數嘅演唱咩好，安尼咩係一點啊。因為就想講上嘅音樂部分特別重要，音樂用乜嘅咯？用嗰種網站嘅免費，好像冇意思就錯嘅啦。係說阮美濃載體嘅，可有棒球相關嘅講嘅，你問一下，問到有
哦，给研究本来一个专辑，哦，一个专辑就拿过去的，哦，再去问闽南社会嘅高中，我伊讲，研有个合唱团嘛，哦，伊讲有啊，伊讲有专辑嘛，我说有嘛有，有本来做，所以变到俺人一部片就做得用2种专辑，伊选那个歌，就选出来。啊，你真嘅要算係天助自助者吼，你要按3萬去問咩？吼，就睇家己會幫助唔對喎吼。各位安尼，其實視態要求有達到以後，我想就不斷的努力啊，希望翕到最好嘅東西咩？我即家咧看安尼樣片嘅時節，我非常嘅感動。其實人講做教練要用嘅咯，唔係講緊打緊罵就好，你要有鐵血的一面，咩個有。照顧學生啊，看正經你都有錄到安尼教練發表，就安尼罵，這個不是寫好的哈，這係正經翕到的哈，教練就會真性情咯，佢都甲我講到吼，我闽南人我上到馬來去講嘛嘅，我出幫學生一堂，我為到高級而講，對佢有幫助嘅法啦哈，就安尼，怎麼樣拍到這個教練罵人正經？你看，哇，念東西，一家念，3分一家寫，知道嗎？哦，碰到你们最难教的一批了。我以前在讲话，没有人敢乱动的啦，只有你们跟毛毛虫一样。进门新师傅，你有没有做好？我叮咛几次了，我说衣服要绣名字，绣名字。明天开始，请你爸爸妈妈来这边洗啊。哇，先生安尼罵人真係唔會驚誒，成日從弄毛蟲強樣安尼弄碌糖啊嚇，唔過先生講法，幾條超真經有糖入心。真的有聽進去。我先講阿個教練好嘅，其實伊唔係名人，伊係個高雄嘅做人，嗰邊來嘅。啊，因為伊之前係軍隊出來嘅，係軍人出身嘅，所以伊阿個就伊嘅教育方式。哦，咋嘛唔會罵人係啊？係，當然會罵人。啊，其實伊只有同我講罵有幽默，唔簡單。係，因為好小聲嘅，彈一氣就彈一氣，彈一氣冇彈一氣啊，所以就會緊罵。係，不過喊起我想喊起有啲效果，還是有點效果。我咩看到雖然佢安尼罵，佢學生嘅sản婦，我看佢係安尼寫安尼讚呢，當用心呢。佢sản婦弄係以前個就明日，吼，演早晨練習係的，係演揾sản婦講會感冒嘛，是會感冒，揾係的只要。去學校嘅有個洗衫機，像去去甲洗。哇，教練都是親力親為安尼啊！真的，去甲洗後去甲洗，洗後下豬本演做。哇塞，感動哦！唔講要叫字啊！我就真的個感動，哪有人安尼喏？騙人唔就陌生人嘛，唔會安尼同做教練呢。係啊。冇多收錢呢？佢都當到做義工嘅呢，青島教練佢都做義工，就安尼當中一家細人安尼照顧。講到安尼照顧吼，我看到真係非常的感動，因為他家己講運動員，好，是不是就是要吃多一點啊，食較多啲，要有體力咩？嗰個韓國先生，我真見就突然間嘅去本先生看呢，好，完全就安尼照顧，從照顧一家細人，好無私的奉獻呢，係啊。這樣拍完自己有沒有覺得收穫很多？有嗎？有啊，其實每一次的感動其實都是在，對啊，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都是在關機之後才會出現的。那每一次我們這種瞬間很多都，因為我們拍其實教練罵人的場次很多了，對，所以我們那時候每次他罵人的時候，我們都想說這段要不要拍啊？然後我們在片中有2段他罵人的情形，就是在他的徐崢名碑前期的那一段，他罵人的，然後還有這一次剛剛在電視上看到在罵人的，都是我們開着攝影機想說好好拍一下好了，然後就越拍越好像就發生這一段就是蠻神奇的事情。那它背後其實都有它的意義在。對，那你們自己在拍攝，你會想要傳達俾黑馬嘅，非常想要傳達的。我覺得就講一個就係團體生活。啊，教練講話嘅生活談，佢買家長願意幫小朋友打棒球一個原因之一，或是團體生活，除了球技，
一般的那个生活习惯也要做好，来做好安尼。我感觉球队是讲教育啦，啊，因为讲球队是打球天天哈，你要了解教育嘅精神哈，让你表现出来。啊，因家長嘅學生送嚟球隊哈，唔係是練球唔讀書，禮貌唔教，按你媽做唔得。啊，教育嘅精神我想喺對呢一片裡面。係啊，你看家看到先生hand同學生嘅體條那麼啦，啊，功法啦，關心記得啦。啊，其實人講到生活當中嗬，一開頭家看到預告片，佢高中未講，睇家啲個面路嗬，就青島博士，係嘛？青島安尼有成就嘅人個。強鋼易通咩？嚇，就個讀書啦，鋼鐵就輕鬆啲。因為本身也係運動學打球，因為家長就講，安尼咁好，當初安尼嘅10年計劃這樣成立嘅時節嚇，青島亦唔看好，不過都見，因為大家個支持咩，就係因為有看到10年，人講開始平性啊品格，哦，有自律嘅精神。當然一投入，就幫大家情感同哈。我想，大家看的也講，你們自己在拍攝的過程，也自頭嘅欣賞，看佢哋翕出來的東西，係咪有感覺到非常的感動，也是被他們感動。係啊，因為啱啱講哈，教育啦哈，你打球，學生打球係喺度教育。美濃少棒隊佢經營到今年來講哈，其實佢蠻有佢困難嘅所在啦，因為今年下二輪募款，本佢繼續來維持下以後，可能有幾困難啊，所以幾隻基金會、幾隻球隊，佢嘛當需要一點金錢啊資源嚟支援，來支援佢哋啊，所以我一老同學講講，安尼好好，然後啲紀錄片翕好出來呢，再本好多人來看到，他當然看到呢，對呢隻棒球隊。安人要支持，安人去感通拼人，拼人咧可能要睇見一家，啊，做地講，安人嚟支持徐正明、徐總教練佢嘅觀念，他的理念，啊，本一隻球隊呢做得好好，做個維持，要添一隻新人，添3隻新人，按好好嚟維持落去，按人嚟講，安人是成功嘅。哇，聽到非常感動啊！當然 Rita 自家看嚟咪非常感動，因為嗰時候大家入簽出簽，入力出力哈，喺個安道嘅教練身上，大家強下投入啊哈！嗰時候呢一部紀錄片真正要寫出真實嘅感情啊哈！等家下轉到節目當中來，你繼續來同佢哋分享故事哦。所有朋友轉到福氣來嚟，今日咧硬頸向前嘅紀錄片，我相信感動大家嘅心哦。啲呢幾隻紀錄片翕嘅過程呢，雖然有當到嘅挑戰，不過全部克服咧，還拿到獎哦。我想欣賞感覺當安慰，咧學生嘅討厭。韓沙皮第一擺翕呢紀錄片是拿到獎，因為安強啊，再次恭喜！我想好今日同大家分享下紀錄片哦。其實大家提供紀錄片一翕出來翕長久嘅時間，本先生本記到1年嘅時間吼，1年嘅時間講係翕出一隻完整嘅東西，其實佢真嘅唔算多哦，又係記錄非常久嘅時間，讓做得建造一季都有內容嘅東西。不過你發2張頁，2個月就完成嘅樣片哈，都係用嚟做到嘅哦。剛剛講到如何能夠拍小朋友翕到懂刺眼，當然翕太人講簡單咩，唔到佢討論好，佢不用強鬆就做得翕成人用嘅本記到願意講看到鏡頭冇安尼揸來揸去咯。我之前第一擺看到研究來好奇出來問，我講你那片來嘅，我同佢講，我阿片人啊，喺度激動幾片，研究根本嘅，我係我要同人教咩，教到久嘅，到一下研究未擺我研習練習我去看，研究講嗰個讀畢業啊，有東西好使嘛，要同人討，係，同埋我要同人講。根本來運動，順便來看嘢呢。我冇帶錢，冇下一擺就載落以後，就好，要去練球嘅。哥哥下一次有帶錢嗎？我同佢講，我就真係做到。係啊。過1-2年，我就買東西俾人食咧。安尼真的，安尼生意吼，完全你
迄都记得个心肝肚诶，就真嘅迄哥哥咧，係真嘅啊！除咗老生嘅做呢，有塑信用咩，嗰有關心記得咩，吼，啊生嘅請等一下，嗰個安尼一點一點吼，因為你係面濃菜體嘅，就嗰有感情，應講菜體有體驗，啊，可能沒有血緣關係，安尼個爭取，因為老生嘅打成一片呢。我嗎？我是就主要就是跟他們拍的時候，然後我就拿攝影機說，哎，來這邊做鬼臉一下子啊。哦，同記得搞，跟他們玩。對，跟他們玩。對，然後跟他們也是小朋友，就是那種很可愛的啊。對，他們開心的時候就跟他們玩，然後他們很乖的時候也會摸摸頭，啊，也會聽他們跟教練抱怨，說啊教練哪裡對你不好啊之類的這種的，讓他們跟他打好關係。係啊，哈，其實有發青島嘅誒安尼特別設計的橋段，同生人拉近距離哈。跟規則翕的過程當中哈，咁有沒有哪一個點特別讓你覺得過唔去，有冇法度翕的？有嗎？法度翕就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再拍了，有沒有曾經撐不下去有嗎？我覺得是還好，因為對，因為我覺得其實就是美容相機讓我覺得有一種感覺到奇蹟的一種感覺啊，就是對，因為他們其實以前，因為我們也是做了3年，拍了3年的其他東西，例如像新聞啊、專題啊，之前也有拍過專題，就是不會遇到這麼幸運跟這麼支持的鄉親們。那其實整部片會讓我覺得說，我還可以再努力，我還可以再支持。那我會讓我他們的支持反而讓我想到說，我還可以再幫他們做什麼或寫什麼樣的故事去呈現他們。這其實算是一種就是天壤之別。對。啊，你談起來是啥？亞嘅吼翕紀錄片吼。人講有調到誒，就是有上癮了，係冇？就有安尼跟熱情，希望可以繼續做更多更好的東西同大家來分享啊！哈，所以一方面你也愛上美容了，係冇？有安尼嘅。這係好事情啊！因為安尼都拍攝的過程當中，你真正講，即表示講學生嘅真正有留個兩種嘅故事嘅情境喺度去，啊用翕出來東西作品會讓佢好看啊！一開始開始，我去要求佢哋為嘛係愛用嘅。係啊，哈。所以按當好啊。當好哈，我想剛才記得講，其實翕嘅過程當中，完全冇講想要放棄，完全冇就等於興趣一投入就完全本安尼美濃少棒，韓國菜體嘅人文風情就寫到嘅咩哈？我想真奇妹係第一次聽客家音樂嗎？啊，對，那一次是。哦，這一次翕亞紀錄片。對客家音樂有冇想法？有什麼感覺？其實我第一次聽到是那一首，我放在小朋友那一段，就是好像我聽起來那個貓頭鷹那一句話，就嬰兒想睡覺那幾句話，我聽起來很像法語。哦。對，我覺得好有那種就是那種聽起來就是讓人家很舒服。啊，浪漫。對，浪漫的那種感覺。哎呦。係啊哈。所以我就其實還蠻喜歡，然後在做整部片的時候，我就覺得說是。因為我都是盲聽，我都聽不懂那首歌的意思。其實對，然後我就是從歌去找它的感覺，去找它靈魂，然後去配合這一部影片。哇塞，講到靈魂啊，講得很好哦。係像安尼用客家有成功寫到一個芒實糖果廣告嘅然後來愛上客家，好讓你愛上客家哈。當然家講盲聽哈，咩係一部片嘅哈，大家喺講看一片嘅哈，我會感覺到。它裡面沒有字幕哦，當然你看，沒有字幕，可是整個全場差不多用客家話，本人非常的感動，而且情緒非常的流暢，也喺現場貼起要求嘅。一開始我是要求佢哋啦，因為我哋學校規定嘅紀錄片是冇用旁白去整個做說明然後講解，好是冇。啊，用盡量我要求學生們，你要用畫面，用你翕嘅畫面來講法，你本你現場嘅主角，嚇。佢來講法，一真係真正講紀錄片，按照去記錄嘅精神是對啲啊，所以我哋冇講要啱啱來配音啦，嚇做樣扮演後製嘅工作全部冇，我是本佢轉到最根本、最純真一隻場景嘅樣扮演，本佢去完美的本佢做嚟呈現出來，所以佢哋嘛要做到呢一點，啊，所以看起來幾隻片看起來會本人知道講。唔係條條去做嘅，而是講真正係按人嘅片啊，按高興。
都自然流畅啦吼。当然先生安尼讲亚吞发吼，我相信佢对于用力学生的吼，蛮感到骄傲的，也满意啦吼。各位安尼先生看佢的吼，学生的咩？听说还有贵金的地方呢，哈，讲一下唔嘅讲妈妈的，一个自投一下，既然得奖了，按他功用，不过记得一天做得喊啊好。因为我有发去送本伊的啦，我讲安尼成功得奖唔好骄傲，安尼欢喜人的时候，你要记得安尼在翕的过程中，安尼要感谢3种人啦，哈，第一个要谢天，谢天，谢天哈，老天看待安人，老天帮助我们，哈，第一个要谢天，再来安人夫君哈，所有经过帮助过你的人，全部要感谢佢哋，哈，闽南社区的乡亲啊，教练，包含师母啊，包含当到朋友、老师，做得全部要感谢。第三要感谢你的父母亲，你也热爱哈，你也热爱栽培你啊，让你学个台，帮你培养你来读书，读书以後呢，你眼皮要出社會咧，你到社會係咪到社會去，你係有乜嘅成功嘅所在，一定要記得哦。最支持你嘅一定係你不卡人，啊，你然後你兄弟，所以我送俾你嚟講，愛謝天，啊，愛謝人，愛謝你，然後爸爸媽媽一定要感謝。老師真的諄教誨啊！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嘅感覺吼。韓國兩位一定要記得要特別謝謝老師。老師算是咩係啟蒙伊哋來投入安尼翕片的伊哋當創業嘅靈魂人物啦吼。而且大家睇咧吼，非常嘅想愛看嘅影展，哦，到底哪做得看得到，做得同大家分享嘛？就就是在5月26號跟27號，今年5月26、27，可以在台中的文英館能看到我們系我們班的影展的叫攝氏5度，對。然後他當初的宗旨就是從我們的攝影器材要保持在15度的溫度下，它才不會那個潮濕跟發霉。對，那是他的走出來的想法。然後除了可以看到我們的完整的影片之外呢，他也能看到許多其他的好作品。對。哇，係啊吼，就係啲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嘅文英館吼，大家吼5月26日、27號，聽說做得你也看到青島好嘅影片咯。當然，有安尼好嘅影展吼，然後還有一個募資嘅活動，吼，在 Flying V 有一個活動，就希望大家共下來支持一個比賽係嘛？哦，還有一個動特別嘅計劃，就係然後有包茶誒，要在這些少棒的孩子共下來看。因為當初我拍那個片，我就想講，我本大家看到咯，就拍好一些。那拍好之外，再一看煮茶，真的煮茶，一開始我講哦，茶前面好，我就出咩？哦，我真是我去搞去出，後來有人就講那個客家電視台做得去問一下，哦，我就推去問一下，就來問，研究支持我哋，哦，茶味做得哦，當然跳。哇，感謝客家電視台，就係客家電視台，你看有意義啊哈！我說真件哈，本大家感動，我沒想是哈兩位人講導演哦，也係直接叫你們導演了哈，要去出喊那多好一片呢，欣賞要繼續做育英才啊哈！本大家有喊那多好嘅人才出來，最後一句話送給老師，好嗎？就感謝老師的壓力，加油加油，壓力加油加油！係啊，先生記得講老師我愛你啦，係啦好，我想今日啱講向前送本所有嘅朋友，5月26、27，記得到你嘅提到嘅文英館嚇，共下來欣賞其他嘅比賽哦。今日再次感謝3位，感謝，謝謝。哇！我感謝所有嘅朋友共下來支持愛客家哈，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運動，再來聊聊，拜拜。